我们国民党现在中生代喊着说希望在两岸政策跟九二共识这方面能够做所谓的改革或者是修正，那以赢取更多国人的支持，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我觉得国民党对于两岸的一个关系跟论述应该要有很大的改变才对哦。我觉得我们国民党的同志应该要理解到，现在民众所要的一个国民党是一个不会害怕中共、不会畏惧中共的国民党而不是看到某些中共高层脚就会软的一个这样子国民党。然后也应该是在这个前提下，但是在民生经济上面都还能够略胜民进党一筹的，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的优势。民众要看到的是一个这样子的国民党，所以我觉得针对两岸的一种关系的一个本质，我们必须要做这样子的一个陈述。那我也鼓励更多的年轻人，5、6年级的年轻人应该要出来承担。如果有年轻一辈的要出来竞选党主席，那我想我们都会全力的支持。大家都应该要自己出一份力量所以这个时候才是大家需要能够多帮国民党的我也是国民党的一份子。这个时候，假如需要我贡献一份我自己的力量不是参选贡献一份我自己的力量。这个时候，我觉得有很多年轻一辈的同志这个时候一定是不但有意愿，而且有义务也有责任要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OK， 您觉得要把中国那2个字拿掉，对国民党会比较好吗？这样有人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我觉得这不是现在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就像我刚刚讲的，如何对待中共，跟未来能否以台湾利益为核心，当作是我们的一个主轴，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现在去讨论那2个字，或者是现在讨论9·2共识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涵？对方的意涵跟我们的意涵的落差有多少？我觉得不是现在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民众跟青年，尤其是青年，看到国民党到底是能不能够代表台湾的主流民意，代表台湾的青年的想法。这个我觉得现在才是最重要的吧。委员，那您心中有没有觉得适合的5、6年级生党主席人选？我个人是主张年轻一辈的要出来了，所以我会讲到5、6年级，因为5、6年级是比较年轻